进、热情而多样。现代化可持续发展。欢迎来到帕尔马。巴利阿里群岛由马略卡岛、梅诺卡岛、伊维萨岛、福门特拉岛和卡夫雷拉岛5个岛屿组成，其中马略卡岛为最大岛。帕尔马是马略卡岛的最大城市，该岛有1半的人口居住于此。西班牙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政府机关对公民的和谐相处作出相关规范。政府机关代表由西班牙公民选出。Y si esteu a situació regular, podreu exercir el vostre dret a vot a les eleccions municipals. 公民参与是个人参加公共事务的方式，可以通过个人或者团体的形式来实现。市政府是最靠近公民的行政机关，由市长负起最大责任。帕尔马的市政府在 Gort 广场。Gort 负责帕尔马市政府事宜。帕尔马市约有43万居民，其中25%为外籍人士。加泰罗尼亚语是巴利阿里群岛的本地语言，和西班牙语共同为当地官方语言。认识当地语言非常重要，因为这能帮助社会融入，带来众多新的机遇。A Palma trobaràs serveis i institucions que te ayudarà a aprendre català i castellà. És molt fàcil.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其性别、出身或宗教而受歧视。帕尔马独特之处在于它在各方面展现的平等精神，待遇平等及男女平等。市政府致力于促进男女之间的有效平等。所有在帕尔马生活并进行户籍登记的市民都能够享受有一系列受到保障的权利。户籍登记意味着在本地居民登记处进行注册，户籍登记可以让你们成为当地的公民一员。未成年人也必须进行户籍登记，户籍登记很简单，而且你家附近一定就有户籍登记处。如果你是外籍人士，记得每2年要更新户籍登记。登记后，你们就有权享受医疗保险的服务，只需要到所属区域的健康卫生中心就能索取医疗保险卡。外籍居民也有权享受基本福利和社会服务。所有子女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父母则有保证6至16岁之间的子女正常入学的义务，受教育也是免费的。父母有权利参与子女的教育，请在子女就读学校查询相关信息。Amibas 意思是家长协会，该协会代表学生家庭，促进学校的改善。所有的父母都能参加子女就读学校的 Amibas 家长协会。Si està regularitzat, a partir de 18 anys tens dret a accedir a estudis superiors. 如果你们有合法居留权，则可以依法申请家庭团聚，享受休闲时光。帕尔马为居民的休闲生活提供多种活动和体育设施、文化设施和娱乐设施。民主社会赋予我们某些权利，但也为我们规定了特定的义务。
促进和谐相处，维持社会质量是所有公民的共同责任。市政府法令对和睦相处权利和义务作出规范。为此，市政府规定了基本的简单易行的行为准则。若你们饲养了自己的宠物，带它外出时必须用链圈系住，并记得清理其排泄物。我们必须尊重这个城市，共享公共空间，合理利用城市公共设施。大家都必须为维持市容整洁尽一份心。从事会产生噪音或杂音的活动时，要格外注意时间。夜间禁止歌唱、大声放音乐或施工作业。道路安全与每个人都有关，驾驶时务必谨慎，并记住，帕尔马是一座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如果你可以，请尽量搭乘公交车，使用单车或地铁。地方警察保障人民的安全，并确保人人守法，遵从和谐相处的规则。若有疑问或咨询，请拨打010或访问网站3W palmademallorca.es。无论你来自何处，个性如何，在帕尔马生活要抱有包容、自由和尊重的态度，享受着这座开放、热情而文化多元的城市。我们大家都是帕尔马的一份子。